日本設計師丸山敬太中意將日本經典元素融入設計入面，令佢喺眾多本土設計師裏邊脫穎而出，並且喺國際舞台上佔老頭角。日本文化對我嘅作品影響好大。喺日本，和服係我哋文化嘅一部分，穿着和服表達咗我哋對季節嘅情感。和服係構成我設計作品嘅主要元素，對我嚟講非常重要。丸山敬太話，著名設計師高田賢三對佢影響最大，亦都啟發咗丸山敬太要成為一名出色嘅設計師。小さい頃から洋服が好きで，我對高田先生好尊重㗎。當我仲係高中生嘅時候，就喺電視上睇到佢喺巴黎嘅時裝表演，俾我留下咗好深嘅印象，令我立志要成為好似高田先生咁有成就。呢個係我成為一名設計師嘅最重要嘅原因。1997年，丸山敬太喺巴黎舉辦佢首次嘅時裝表演。呢個月，佢將會帶佢最新設計作品嚟到香港，參加2011香港華麗秀。我帶嚟嘅最新春夏系列主題係甜蜜記憶，靈感嚟自我喺日本嘅美好日子，從而製作出呢個雅致簡潔嘅系列。隨住時裝界將目光越嚟越多集中喺亞洲，丸山敬太認為香港係展示佢作品嘅不二之選。そうですね。最初にも言いましたけど，除咗我真係好中意香港之外，我認為香港係唯一一個真正東西文化嘅交匯點。香港係我展示作品最理想嘅場地。香港聯繫住全球市場，對時尚產業嚟講非常重要。丸山敬太話，希望睇到更多時尚女性穿着佢設計嘅服飾。よくターゲットとか，經常有人問我，你目標顧客係邊個呢？我嘅答案係，任何擁有時尚觸覺嘅人都係我嘅顧客。我並唔奢望佢哋嘅衣櫃裏面只有我設計嘅服飾，我只希望有更多女性能夠擁有一件 Buruyama 嘅衣服。